主后2024年9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献家己的喙皮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第2章第1节到第3章第5节。上主的话临到我，讲：着对耶路撒冷人大声喊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我会记得你少年的时的爱情，新婚的时的恩爱，伫旷野，伫毋捌种作的地。以色列是上主圣的子民，是上主初识的果子。所有吞食伊的，拢有罪，灾祸会临到因。上主安尼宣布：雅各的后代，以色列支族，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恁的祖先减捌发现我有甚物毋对，竟然离开我远远，去群底虚无的神明，家己煞诚做虚无。因无问迄个带阮出来吉，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，经过焦燥甲黑暗的所在，无人行过、无人住的地，迄位上主伫倒位？我带恁进入肥搁水的地，互恁食内面的果子甲好的物件。恁一个入来，就算断我的土地，污染我赐互恁的产业。这时毋捌问上主伫倒位，教律法的佇毋捌我，官员忤逆我，先知奉巴力的名传信息，缀无路用的神明。所以我上主讲：我要控告恁，要甲恁的后代争辩。恁着去西边的基地，才会倒看；去东边的基达调查，看因减捌做即款代志。有倒一个捌换过因的神明，其实遐个拢毋是神。毋过我的子民将因阳光的上帝换做无路用的神明。天啊，恁减袂因为安尼着惊，减袂因为安尼惊吓皮皮喘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我的子民做双重的歹代志，因放杀我即个活水的源头，去挖一个袂积水的水池。以色列减是奴隶，减出世就做人的奴才，哪会诚侪纳物？对你亲像少壮的狮，按伊吼，对伊大声喝，因互伊的地荒废，互伊的城毁坏，无人住。埃及的明非斯人甲达比勒人剃光你的头壳，这敢毋是你家己惹来？上主你的上帝带你行路的时，你放杀伊。呾你去埃及啉尼罗河的水，敢会当得到甚物利益？你去亚述啉幼发拉底河的水，敢会当得到甚物好处？你家己的罪恶要刑罚你，你家己的不忠要控告你，安尼你就会清楚明白。放杀上主，你的上帝无行为我，是偌尔啊邪恶，偌尔啊不幸。至悬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你对古早就讲断你的担，偷开你的锁，讲我毋服侍你。你伫逐个山峦仔，伫逐丛青翠的树下面，亲像妓女倒地。你原来是我栽种特选的葡萄树，是纯正的葡萄树，竟然甲我变做野种的歹树枝。你用剑
用真侪杀文水，毋过我犹看袂出你罪恶的分野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你哪会讲我无拍垃圾家己，无去缀别人？你看你伫山谷中的行为，就知家己的所做，敢若牛走的单峰落道母，四界乱撞。你阁亲像惯势住伫旷野的野驴母，欲起攻心的时就皮皮喘，笑的时啥人甲伊控制袂牢。讲的驴仔真紧就会当找着伊，交配的季节一定找伊袂着。你毋通缀人走，甲话破去，毋通兴甲闹焦。你竟然讲无彩工啦，无法度啦，我着爱着生份人，我要缀因走。贼仔互人掠着，会安怎见效？以色列家，包括因的王、因的官长、祭司甲先知，嘛会安尼见效。因对柴头讲：你是我的老爸；对石头讲：你是我的老母。因脚只偏往我，毋肯面看我。到拄着灾难的时，才甲我讲：求你来解救阮。恁为家己造的神明伫倒位？恁拄着灾难的时，叫因起来救恁。犹大啊，恁的神明亲像恁的城镇遐济，恁若要甲我争辩，恁拢背叛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无采我伫督责恁的囝儿，因拢毋肯受管教。恁用刀杀死先知，亲像凶猛会使地吞食。恁即世代的人着听上主的话。对恁以色列人来讲，我减亲像旷野，也是黑暗危险的地。我的子民哪会讲阮自由啦？无要搁转来你遮。少年的女子减话袂记得伊的珠宝，新娘减话袂记得家己的新娘衫。毋过我的子民毋知偌久以前就袂记得我。恁遮熬找爱人，连上歹的查某嘛着甲你请教。恁的衫具有无辜散赤人的血，其实因并无偷摕恁厝内的物件。虽然恁做遮的代志，恁犹讲我无做，上主已经甲我赦免啦。着知我一定会审问恁，因为恁无要承认家己的罪。恁若撞来撞去，不时地改变路向，恁投靠埃及，会亲像以前我靠亚述安尼自此见效。恁一定会亲像俘虏，双手摸头壳离开埃及，因为上主已经弃杀恁所倚靠的，恁袂当因为投靠因得到利益。若有人甲伊的某离婚，伊的某离开伊去嫁别人，伊减通搁倒去找即个情某。伊若安尼做，就是拍垃圾即块土地。上主讲：你已经甲真侪爱人行淫，还想要倒来我遮是无？你着举头看树仔已经错了了的山峦仔，还有倒位毋是你行淫过的所在？你伫路边底等候爱人，亲像强盗伫旷野埋伏长等。你的淫行甲邪恶污染全地，因为安尼，雨水停止，春雨无落，
你还面带桃花，毋知见笑。你拄则才对我叫讲，阿爸，对我细汉你就疼我。人减会一直受气，永远扣恨。你虽然安尼讲，毋过还拼死伫做歹，省家己的喙皮。2024年，台湾总统立委选战攻防中，上届热烈的话题之一，就是赖清德的万里老家互炮轰做是违建。当地也有前访类似的楼梯，原本是矿区工寮，伫矿区浩劫，国土变更了后，成做中央和地方政府无度处理的土地。地处矿工后代伫法条定案拖延的情形下，续租到今，原本是无奈的历史遗事。反映出底层矿工生存的悲歌，伫选举期间竟然成做政客攻击的所在。在当时，太大声四起，批评者袂输人人拢是甲白达人，土地正义的守护者，总是真侪批评方的候选人后来也纷纷互查出弊端，有的伫水土保持地，也是农地顶面去河堤，有的靠炒地皮、趁把钱地，有的甚至占用国有地去私人庄园，也是停车场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当选举结果公布，这人竟然拢稳踏踏当选，袂禁得互感慨甲质疑政治人物的商定标准是遮尔离谱。因的支持者是毋是已经失去判断能力？用一句现代俗语来讲，因袂输是咧省家己的喙皮，省家己的面。所谓的省家己的面，就是矛盾佮无一致。相款省家己的喙皮，也有先伫耶利米时代南国犹太人，伫上帝的眼中，因是一群省家己喙皮、蒙恩背义的人。因毋但袂记得当初上帝带领因出埃及入旷野的事迹，背弃拯救因的上帝，还亲像起笑的亚鲁啊共款爱上异国神明，要追找这个神明到底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因阁欺压家己的同胞，直到因的衫具有无辜散车人的血。更较荒谬的是，当因遭逢祸患的时，却还爱呼求上帝来拯救。因希望期待心中迄位少年的时的密友，袂永远发受气的上帝会大发慈悲来帮助因。虽然是安尼，因还是一意孤行，歹代志做尽，阁毋承认家己的罪，所以上帝形容因是犯双重的罪恶。因离弃上帝换命的水泉，阁乌骨袂当兑水的水池仔，拜偶像甲行歹的生活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咱应该思考家己的生活是毋是甲咱的信仰达成一致？咱是毋是伫脑中所想的是一套，实际做出来阁是另外一套？阁咱是毋是也亲像耶利米所讲的对象共款蒙恩？明明早就已经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，却伫日常生活中，阁亲像是上帝毋捌存在，无用试试伫简单地随从欲望去追找这肤浅的目标，甚至
咱的信仰生活常常反复不定，一下冷漠，一下佫充满热情，伫两极的中间来来去去，摇摇摆摆，却无和上帝建立稳定的关系，直到咱的生命一直踮伫浮浮沉沉的状态，原来拢记得只有上帝才是活水泉源，若无找求伊，咱的生命就会枯竭，亲像一窟的死水。默想，什么是我内心的偶像？什么是我内心的偶像？咱来祈祷，赏赐生命活水的上帝，求你互我记牢你的恩典，佮用圣洁的生活来回应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